啊，我伫咱华视调台卖种样吼，嘛是会分享一寡歌戏的资讯，因为无法度啊，有人偏心嘛，啊，到底市就是偏心嘛吼。伊最爱看歌戏的啊，我哪有法度？我无法度甲管啊。欢迎收看《台语真认真，愈讲愈认真》。大家好，queen边。大家好，我是云酸。咱顶礼拜讲到迄布袋戏啊，结合迄个声光科技，声光科技，真趣味。对，影片吼，哦，做甲足好看呀。听咱讲甲遮无聊，影片吼，拿到第七片去翕的吼，影片真正是足好看。咱即摆别讲的吼，平平拢是本土的艺术。就是要讲一寡歌戏的物件，互大家知影。其实即摆大家可能会感觉讲，即摆较罕得看到布袋戏，毋是歌戏。2 seconds later。毋过其实伫剧场啊，或者是伫庙口啊，还是会有这歌戏的演出。搁有对无？对。因为我有当时倒去庄卡，有迄大庙啊，有迄庙边啊吼，嘛是有迄戏台啊呢。系啊。戏台有当时啊吼，咧做新年生日的时阵，伊嘛是会请歌戏来搬。啊，即摆我就要来讲一个故事。什么故事？就是啊，进前敢毋是大失电，当时伫嘉义都有一个剧团，因拄好伫暗时要表演，因迄当时啊，就伫下晡就开始等迄个电来啊，毋过伊就等真久，后来就想讲电一直拢无来，所以迄庙方就讲无今仔日有办仙就好啊。办仙？嘿，对。办仙是啥？办仙其实就是像你咧看戏的时阵，有一寡戏可能会有福禄寿这三个仙，嘿，毋过无共款的戏，其实会有无共款的仙。是最后会出来夜汤啊！对。我讲细汉的时阵，我当会记夜汤啊，这件代志。因为大家拢会记啊，捡汤啊，无有当时吼，伊会举迄蓝山钱，蓝山啊，牙钱哦，牙钱。那我嘛要来捡哦。有当时伊牙50块呢。啊，真的哦，那会真好看。咱的观众朋友大家是毋是爱去支持一下歌戏？对，咱转来你甲我讲迄个故事。就是迄当时啊，庙方啊，伊嘛有准备即个发电机，就想讲迄互神明岛，搁有迄咧拜土地公的遐个电火有道，而且迄当时已经庙搁有传迄改装车，迄主要就是讲迄台车顶管有喇叭，所以就放音乐，规个气氛啊都真赞。老累安尼啦。后来我甲你讲，即个歌戏戏团的团主，吼，伊就讲，阮就现场直接来落地扫就好啊。落地扫。落地扫。扫涂骹。无啦，就是其实落地扫有分做两种，一种是一开始伫宜兰啊，有一寡表演的人啊，因可能就无即个钱会使来起戏台，所以后来因就找迄种大树骹，或者是讲因找较宽的空地，就开始唱、开始念、开始表演，这就叫做落地扫。嘿，搁有另外一种的落地扫，就是像有一寡先拜啊，因可能会卖药啊，这嘛是落地扫。来开始讲过家己的药啊。这两种拢是落地扫。毋过今仔日咱要讲的，就是第一种和歌戏较有牵连的。听起来落地扫吼，就是爱临时去发挥，完全无剧本迄种。迄平常时啊，爱读真济册，才有迄个笔来会使做道具。是，咱头拄讲到失电这个故事吼，其实唔定是即道失电哦。我咧讲哦，歌戏的戏班，这2年的疫情啊，因开始就是损失足济。因损失，因有当时迄剧啊，因就准备1档、2档的时间啊，伊付予演员的钱、3钱，系啊，足大的一笔钱。伊要甲迄钱回收倒来的时阵，拄好拄着疫情，所以吼，有的观众朋友看袂到戏啦，戏班、戏团，无法度去趁着钱，所以就变成一个完全拢是停摆的状况。而且疫情的时阵啊，伫民间咧搬戏的戏团啊，因真正拢无机会当去表演，都是拢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连迄庙口啊，全部拢无机会使表演。后来啊，就开始开放。毋过虽然开始开放，毋过因游玩是真辛苦，因为因3不5时啊，都爱去动迄片啊。在这快胎，哦，迄真正是痛苦，我做过骨力头，拄个真正是动袂掉。强要哭出来啦，真正就疼的啦。好佳在即马咱疫情吼，慢慢开始变好。团体吼，比如说剧场啊，去申请，开始卖票，有观众留来看。像进前啦，魏武营。含日本的单位做伙合作一部戏，叫做《阿波兰》。搁有咱台湾灯会伫高雄，迄个时阵吼，魏武营迄个所在推出一个大戏，叫做《真爱》，甲这歌戏吼顺续甲撒去全世界，互全世界知影咱台湾的歌戏的文化受偌尔赞。讲到这阿波兰啊，其实即摆都有请到南部真出名的3个剧团做回来演，就是包括讲高雄的春美歌剧团，搁有明华园的天地戏剧团，搁有台南的秀琴歌剧团，真正爱去支持一下啦。嘛是爱去看一下。虽然讲即马大家啊，可能感觉讲这戏剧团啊，其实拢已经名声
烫树海。其实即马大家拢会感觉讲，这个剧团已经是名声烫树海。是。毋过，这个剧团进前嘛是经历过这个走总的日子，世界各位啊，才有机会使互邀请来演这个这么大出的公演。其实吼，这个过程吼，堪足济咱出社会的时阵，有无咱出去做工课，有阵时你就是爱慢慢来为迄细的所在，慢慢开始做，以后有名声了，你就变一个足有名声的大人物。就堪这剧团吼嘛是共款意思，譬如讲吼，你爱去累积你的经验，也是需要一个过程来磨练。所以讲到歌戏吼，咱要你去了解伊的音乐曲调，咱可能讲1点钟、讲3工，咱要甲观众朋友讲的是，伊即摆演员吼不时地来烦恼讲吼，要安怎回收伊经费，钱开落去，伊要安怎甲进前疫情遐个钱赚倒来。甚至佫有一寡演员，应该家己去外口做线工啊，补贴。而且佫有另外一件代志就是讲吼，人才断层，人才捞袂掉，因为可能趁无钱，趁无啥钱。啊，若有时间吼，我嘛是最想要甲观众朋友推荐一寡好的作品。慢慢啊，疫情好了后吼，希望观众朋友你若介意歌戏的，还是你想要去看歌戏，你会当去甲支持一下。我感觉这去剧场吼是一个足好的选择。对啦。啊，佫是上直接，咱去支持着遐个剧团。嘿，啊，佫另外一项嘛是会当帮助着剧团，就是讲吼，你也发现你厝邻附近的大庙吼，有喺做戏的时阵吼，你就去甲看，伊庙方就会感觉吼，这个剧团吼其实有灵气的，迄种捐赠嘛，迄个啥香油钱嘛，天油香啦，嘿。啊，我伫咱华视调台卖奖样吼，嘛是会分享一寡歌戏的资讯，因为无法度啊，有人偏心嘛，他到底是就是偏心嘛吼。伊就该看歌戏的啊，我哪有法度？我无法度甲管啊。无啦，伊做主动，传统的艺术，伊做介歌戏。而且伊最厉害是已经看甲会晓遐身段有无，佫会晓唱调啊。啊，伊咧做工课的时阵哦，不时的伫遐咧。徛起来唱啊，开始唱啦，足厉害的啦，好照顾啦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是袂安尼啦，伊注重传统的迄种剧团对咱文化影响，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讲，我不时会分享这迄个资讯，互大家知影。对啦，一定要起赞的，好不好？对，安尼后回这时间继续看咱的第一年灯，拜拜。